这个人您认识吧？哦，也就是他。他叫陈浩民，和宋夏一样，是你父亲多年的好兄弟，后来也死了。你能告诉我，刺杀左东豪二是谁给你下的命令吗？ 连长，你认识苗华军吗？谁是苗华军？你就是苗华军。是你杀了院长？不，是你杀了他。如果你不去找他，也许他会很长命。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恐怕你未必有这个能力。那就试试看。想必你知道了一些事情。别错。 比你想象的要多。你不会以为你能够活到今天，是因为你有过人的能力吧？你之所以能活到今天，不是我杀不了你，而是因为你还有用。以后的事情没有你计划的那么顺利。我等着。还记得你经常说的一句话吗？事情没有偶然。 既然都是命中注定的，那就让我们看看命运到底是怎么安排的。孤儿院院长死了，他是因为我被杀的，是佛手。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。你知道苗华军是谁了？谁呀？ 你是苗华军？这么说，纪云中是故意把东西留给你的？为什么呀？确定陆丰已经到上海了？确定。我们的人正在找。还有事吗？我想跟您申请一份手谕。关于花向宇的。花向宇，他是我们幽灵的高级特工，近期在杭州参加追捕陆丰的行动时，被陆丰挟持。
他被怀疑是陆丰的帮凶，所以要您一份手谕，怕底下的锄奸队伤了自己人。这个特工很重要吗？很重要。他是我从美国专门调回来的人才，为协助纪云中破坏金融会议立下了汗马功劳。我答应他，任务完成之后隐退，没想到发生不幸。我只是想不违背自己的承诺。隐退。现在人才奇缺，如果确定真是个人才，劝劝他留下来，为我们效力。是，我一定尽力。我先下去了。我想申请一个私人保险箱。好，请登记您的信息。这边请。这边请。先生请。大同银行的私人保险箱有普通客人和贵宾两种。普通区保险箱的编码一般都是86开头，而贵宾区的是88开头。穿过普通区，里面就是贵宾专用区。入口处，你能看见一扇有2个轮盘的大门，这就是贵宾区保险库的大门。我们要找的保险箱就在里面。对不起，这里不让进。为什么？这里是贵宾区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走错了。请问洗手间在哪里？这边请。
陆丰回上海是因为一个打火机的秘密。打火机？就是那个神秘杀手想要得到的东西。这个打火机应该是季云中要送给穆西鹤的情报。对，陆丰回上海就是为了破解打火机的秘密。军统那边知不知道？目前还不太清楚。那你的计划是什么？放长线钓大鱼。我总觉得陆丰背后有人操控，找到背后的人才是根本。这是大通银行的设计图。现在来看，从通风口进入到贵宾区，是一个最佳方案。大同银行每天晚上都会封闭，每一层都会封锁，而且有安保巡逻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到达顶层的贵宾区。有一个地方可以，大通银行对面的楼顶是一个最佳位置。到达楼顶之后，从侧面进入楼顶的洗手间，我已经看过。从那儿的通风口，我们可以顺利到达贵宾区，绕过那些安保措施。现在到达贵宾区的路线方案完全可行。那么，如何进入贵宾区这两把钥匙，就成为了成败的关键。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两把钥匙。第一道门需要两把钥匙同时开启，而且配备了最先进的防盗设备，必须在触碰到它的15秒内开启。大同银行新任行长王本夫，据我们的资料显示，他是金融专家，而且业务能力非常强。但是周围的同事对他印象普遍不好，主要的原因是他有个嗜好，喜欢日本歌舞伎，几乎每晚都会去樱花歌舞伎町。他从来不带女人回家，主要住在东方酒店，有家不回，这一点特别难以理解。现在难点就在于他把钥匙放在哪儿了。大通银行安保处处长刘庆堂为人极为谨慎。听说为了钥匙的安全，他不喝酒，不和陌生人说话，独来独往，甚至不近女色。所有主动搭讪的人都被他怀疑有目的性。唯一的嗜好是赌博，每周都会参加大都会贵宾包房的赌局，赌术高明，很少失手。刘庆堂的钥匙随身携带。大都会赌场的贵宾包房有个限制，需要至少30万现金才能够进入。这样，我们兵分两路。花项羽，你来对付王本夫这只鸽子。他经常去的这家樱花歌舞伎町，老板娘是宋夏老师的朋友，我可以贿赂他，把你送进去，靠近他，确认钥匙的位置。蓝冰，你来对付刘庆堂这只老虎，无论如何要想一切办法，在赌场拖住他。我配合花项羽拿到第一把钥匙，马上回来跟你会合。入场费怎么办？入场费我来解决。如果能拿到钥匙，在脸里印一下，快速递出来。我们什么时候行动？今天晚上。怎么了？我总觉得蓝冰不太对劲儿。为什么？女人的直觉。他从墓地回来以后，感觉跟之前不太一样了。是不是你想多了？他本来就不爱说话。他虽然不爱说话，但眼神跟之前不一样。别想了，还是想想怎么尽快拿到钥匙吧。
什么时间？今天晚上具体的行动计划是什么？还不知道。我要第一时间拿到打火机的秘密。我不想让陆枫死了，你自己选。你还有3秒钟。3、2。日本东京凌晨2点准时发船，过期不候。啊，另外一个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我跟船老大通报一声。2个女人上船，你自己不去吗？我可以再给你搞一张票吗？还有其他东西呢？货太紧俏，涨了1倍。酒吧那个人是谁？那是我的事。我们在合作，就没有你一个人的事儿。我要为我们的行动安全负责。我不需要你负责。放开。你知道我对你没有好感。你们俩怎么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问他。怎么回事？我今天跟踪他了，他跟一个人接头。什么人？没看清楚，只看到一个背影。
没事吧？没事。确定？确定。你还想查出事情的真相吗？当然。你不想和华夏宇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过平凡的生活吗？先工作吧。如果你对我没有用，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他买了2张船票，还有一些工具。去哪儿的船票？日本。明天凌晨2点。上船的是2个女人，他不上船。什么工具？安全绳索，还有一些攀爬设备。还有吗？没了，真的没了。别，我知道他住在哪里。我看他非常有钱，就派人跟踪了他。开始吧。王行长，欢迎欢迎。这位姑娘是？我们今天这里啊来了几位年轻的艺妓，您真是有福气了。哦，好啊，我倒要见识见识。好，请。我的命符。哎，梁生，走。
你留在这儿盯着，别惊到他，也别放掉。跳这么辛苦，能不能叫来喝杯酒啊？他不是日本艺妓，是我们这的学徒。我喜欢。你为陆枫付出这么多，值得吗？我觉得值就够了。跟着他只能游走地狱边缘，永无宁日。你赶紧走吧。陆枫到底要干什么？为什么让你接触这个人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抓我，还是杀我？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来保护你，我只希望你能早日回头。如果幽灵知道你现在的所作所为，一定会拿你当叛徒论处。我不需要你提醒我，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。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好不好？陆枫的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华小野，你现在跟我回去还来得及，好不好？顾飞，很多事情不能强求，该发生的，谁也躲不过。我是为你好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是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这件事情，我既然答应帮陆枫，我就一定要帮到底。你就当帮我一个忙，不要干涉，好吗？他上钩了，你进去吧。不过记住，千万不要在我店里动手。今天晚上的行动不许泄露一个字。是。那个杀手的头像已经画出来了，目前他的资料还是一片空白。但是有人听说一个绰号无常的人，很有可能是他。马上发给各个联络点，通知各大医院、诊所，一旦发现这个人，立刻报告。是。所有人听着，把你们的精力放到这个杀手身上，调动你们手上所有的人脉关系，把上海给我翻过来，也要找到这个杀手的下落。是。喂。哦。处长。电话。喂。蓝斌可能已经发现我们了。能确定吗？可能性很大。继续跟着，千万别被丢了。明白。蓝斌现在在赌场，陆枫是幕后总指挥。这几个人里边，肯定有一个人是他们的目标。这个人，绰号半江鱼，是个赌棍，经常搞一些坑蒙拐骗的事儿。右手边这个，是徽州商会的主席，叫康顺，有点来头。
对面这个叫刘庆堂，大通银行的安保处处长。这个人我调查过。哪家银行？大通银行。花香雨呢？没看到。这么说，他们挟持花香雨，是因为他曾经在大通银行给季云中做过秘书，熟悉那里的环境。但是大通银行的安保措施非常严格，他们不可能进得去啊。你还忘了一件东西，陆丰买那套工具。他们是想在2个龙中间架设索道，通过索道进入大通银行。他们的目标是大通银行，他们要进入银行取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哦，对了，陆丰通过黑市购买了凌晨2点去日本的船票，这说明他们想在2点之前取到东西，之后在1号码头登船。这么看来，他们的退路是1号码头。大通银行和1号码头都要给我布置好了，人和东西我都要。是。我回去拿下东西。我在门口等你。你怎么来了？没有找到。他身上没有钥匙，恐怕我得跟他去趟东皇酒店。我们没有时间了，路上有人跟踪，他们很快就会锁定大通银行。找到大伙计的秘密，我们马上就走。你不想查出真相了吗？这不是牵扯你父亲的事情吗？先别问这么多了。凌晨2点，1号码头，记住了吗？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我得走了。注意安全。上海的夜色是我见过最美的夜景，它不像华尔街那么浮躁，也没有东京那么狂放，只有2个字儿：温柔。我看你的压力有点大。好像没有您大。各位贵宾，请入座，我们家就开始。
11点，照旧例行检查。什么例行检查？没什么，这是我要对你例行检查。别急呀。我就是周大。来吧，小猫。去洗澡，一身酒气，臭死了。张周文，熊猫。有人出老千。